今日同大家傾下就係到底美國打伊朗合唔合法嘅咧？係嘛？我覺得好似好多自媒體都冇講呢一個問題，所以我覺得喺一個中立嘅立場去判斷呢啲問題嘅話會好啲。所以我就查咗一下，就係話美國打伊朗佢有冇依據，合唔合法？呢一樣嘢係最重要。咁啊，首先咧就係話聯合國咧有一個叫做核不擴散條約。咁呢個條約咧，佢係喺1967年嘅時候係制定嘅。咁並唔係話五常國係嘛，佢就合法，而係因為佢1967年制定嘅時候咧，五常國咧就已經擁有咗核武，所以咧就對五常咧係冇約束力。咁呢一個核不擴散條約咧，佢就係第一、第二條咧就係有核嘅國家不得協助無核國家開發核武，而無核嘅國家則永久放棄獲取核武的追求。咁啊，第三條咧就係規定由IAEA 負責去核查無核國家嘅核設施。嗱，呢一個係聯合國核不擴散條約嘅規定，就係咁樣。咁咧全世界咧依家咧就有9個國家係擁有核武嘅。咁呢9個國家咧，除咗五常之外嘅話咧，就有印度啦、巴基斯坦啦、以色列啦同埋朝鮮。咁點解又會多咗呢4個出嚟咧？咁我就查咗一下，就係話以色列嘅咧就長期咧就屬於一種核模糊嘅狀態，佢又唔承認佢有，佢又唔承認話佢冇。咁咧就美國咧就叫做心知肚明啊，睜一隻眼就閉一隻眼，就當睇唔到。因為佢係中東盟友。咁啊，印度咧喺冷戰時期咧，蘇聯嘅關係密切，喺1998年就公開咗核試驗，咁啊受到咗短暫嘅制裁。但係美國需要印度去制衡中國，最終喺2008年咧與印度咧就達成咗民用核嘅合作協議，變相洗白。巴基斯坦咧與印度咧就互為對手，雙方形成咗南亞嘅核平衡。美國曾經多次制裁，又解除咗，因為咧巴基斯坦咧喺阿富汗戰爭咧係美國嘅盟友嚟嘅。當然啦，佢亦都係中國嘅盟友。咁啊，朝鮮咧喺1985年咧，佢加入咗 NPT， 即係呢個核不擴散嘅條約嘅。咁咧，但係從來都冇履行過。咁啊，2003年嘅時候咧，佢就宣布退出呢一個核不擴散條約。咁咧就佢係唯一一個退出嘅。咁啊，2006年咧就進行咗第一次核試驗。咁啊，朝鮮喺呢個NPT 框架逃脫以後咧，咁制止佢咧，因為佢喺中國嘅隔離係嘛，中國係五常。咁中國咧就佢需要中國嘅配合先至可以制裁到佢啊，或制止佢。咁啊，中國咧就即係唔想係話因為呢個朝鮮政權嘅崩潰啦，導致難民啦，或者係美軍嘅逼近啦，所以中國亦都係睜隻眼閉隻眼係嘛，咁就由得佢啦。咁呢一個咧作為伊朗嚇。今次伊朗呢個關鍵問題咧，伊朗係呢一個 NPT 嘅成員國嚟嘅，佢冇退出到呢個核不擴散嘅呢個協議嘅。咁咧喺2025年6月嘅時候咧，叫做12天戰爭之後啊，咁啊伊朗宣布其議會起草要退出呢個法案。咁啊2026年嘅3月啊，即係已經開打咗之後啊，咁啊官方咧媒體呼籲盡快離開呢個條約，咁啊説明咧，伊朗目前咧仍然喺呢一個條約嘅框架裏邊。咁咧就佢有權咧就和平咁樣利用核能嘅，但係冇權發展核武。咁啊呢個咧係美以軍事打擊嘅核心法律爭議所在。咁啊軍事打擊嘅合法性咧，
最複雜嘅部分就係違反咗呢個核不擴散條約，並不自動賦予其他國家軍事打擊嘅權利。咁聯合國咧對呢一個先發制人嘅武力使用咧門檻好高。咁聯合國安理會授權啦，即係話你最起碼5場國你要通過啦，係嘛？你先可以合法係嘛去打佢。咁俄中咧就肯定係肯定係會否決㗎啦。咁明確逼近嘅核威脅，咁呢一樣嘢咧係有爭議嘅，係嘛？因為呢一個聯合國嘅呢一個明確逼近嘅核威脅啊，咁美國繞開咗呢個安理會，即係話唔需要聯合國投票啦，係嘛？唔需要啊，我直接就嚼佢啦咁係佢嘅根據係咩咧？係伊朗嘅濃縮鈾能力接近咗武器級，咁咧就係構成咗逼近威脅咁因為聯合國呢一個門檻裏邊，其中有一條係逼近核威脅啊。咁伊朗領導人咧多次宣稱消滅以色列，證明其使用嘅意圖。咁呢個大家都聽過啦。伊朗當其時嘅高層曾經好多次講話將以色列抹平咗佢啊，喺地球上抹走佢啊嘛。咁好多人驚啊嘛，係咪咁講？咁你如果擁有核武係嘛？咁仲有一個咧就係自衛權。咁呢一個咧就係聯合國憲章第51條可以擴散解釋為預防性自衛。咁呢一個咧喺國際法學界對呢一個預防性自衛存在巨大爭議。咁多數嘅國家學者咧不承認這一擴展解釋，所以從國際法嘅角度嚟講，美以打擊處於灰色地帶。你唔可以話佢啱，亦都唔可以話佢唔啱。有理由，但沒有明確嘅合法性。咁點解咧會唔同嘅國家有唔同嘅對待咧？咁首先咧就係要講以色列啦，係嘛？以色列頭先我講到啦，美國到佢咧就隻眼開隻眼閉當睇唔到咁慢慢搞一搞佢搞得出嚟。印度咧因為印度同中國之間咧就相互有一個制衡嘅作用啦。雖然受到個制裁，但係最終都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算數啦。仲有一個咧就巴基斯坦啦，反恐戰爭盟友啦，同美國係嘛，同中國亦都係盟友，所以大家都睜隻眼閉隻眼當睇唔到。朝鮮咧基本上咧就係受到中國嘅保護啦，係嘛？作為美國嘅話咧，佢真正擔心嘅話咧，佢唔係話佢朝鮮會去打其他人，而係話佢擁有核嘅話，佢嘅基本理念係保護自己，所以咧就係話美國亦都冇過分去搞佢，係嘛？而且佢有中國嘅保護，所以咧呢一個咧就係朝鮮佢係自發性有人保護咁咧就伊朗咧，咁佢又係呢個 NPT 嘅成員國啦，咁佢長期受到制裁啦，咁佢因為佢係一個神權嘅政體啦，佢反以色列係好強烈嘅慾望而且係有好強烈嘅要使用嘅咁樣嘅意識形態。所以咧，伊朗最大嘅問題係佢冇大國喺後邊為佢撐腰啦，係嘛？因為中俄嘅支持有限利益計算，咁咧就呢個野心伴隨住鮮明嘅意識形態敵意，美以判斷使用風險，即係話佢如果擁有咗之後，佢使用嘅機會太大。朝鮮嘅核武係政權保命工具，不會輕易使用。即係話，如果係朝鮮佢要使用核武嘅話，最驚嘅唔係美國人係嘛，最驚嘅係中國，因為佢一個小國家，一旦動用核武嘅話，就進入第3次世界大戰係嘛。係咪喺佢隔離嗰個先係最驚嘅？所以咧，美國亦都唔需要太擔心，要睇都係中國睇住佢嘅啫。所以咧，喺呢個問題上咧，就係話美國真正擔心嘅不是伊朗
擁有核武這件事嘅本身，而係呢個神權政體拿到核武後，佢可能真係會用，所以咧呢一個先至係真真正正美以去打擊伊朗嘅核心問題。咁啊，今日咧係5月6號啦，係嘛？咁啊特朗普咧亦都係宣布咗係話伊朗嘅話已經答應咗有關呢一個核嘅問題啊，即係已經係達成協議，係嘛？咁啊其他細節嘅話咧就大家喺度傾緊，咁啊基本上咧就按照今日特朗普嘅講法嘅話，伊朗基本上就已經係答應咗美國提出嚟嘅所有嘅點啦，係嘛？其他嘅後續嘅話咧，就可能仲要繼續再傾下，咁啊基本上可能呢1-2日，基本上可以和平解決，咁樣大家都可以過啲安樂日子，係嘛？唔使個股市係嘛大起大落，係嘛？都唔知佢想點，咁啊快快脆脆啲油價降翻落嚟，大家都過得舒服啲，係咁，拜拜。